好啦，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馬埋邊係鋭高啦，中間智旺財超開心啦，最出係勁進區，仲有一隻外邊係多福啊第5啦，第6位走3搭外邊係神驅馬靈啦，中間黃衫淺藍帽第7咧，仲見到馬匹有康昌之星啊，內欄尾5粉紅帽極速滿貫啊，後邊4隻標誌星球啦、精算謀略啦，尾子藍衫啊博愛先鋒暫時殿後，黃帽紅衫係追風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中間啦，前面鋭高似乎都放得快㗎啦，跟住喺第2位咧就智旺財啊，超開心就第3，勁進區藍衫藍帽已經係第4啦，堅多福第5啦，康昌之星打緊邊第6啊，後啲嘅馬標誌星球埋邊啊極速滿貫啊，揈出去外邊追有博愛先鋒嗰啲馬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就係勁進區啊，壓住咗入邊就智旺財啊，外邊堅多福追啦，最出仲有隻康昌之星啊，最後100零米，咁啊呢隻勁進區拋離對手大約個零身位穩操勝券㗎啦，跑第2名嘅馬外邊康昌之星，第3堅多福，第4名係智旺財啊，結果懶贏都贏啦，呢隻4號嘅勁進區都係入彎咧，呢一組馬可能比較快咧，好多馬